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是为1959年8次水灾以来台湾上严重的水灾。当时起伫台东知本溪边的金水饭店，规栋的建筑为地基挽起来，栽落知本溪的河床。当年的这一幕，互人真着惊。附近10外间的店家嘛去互大水吞去，是甲当地温泉产业上一个真正难。到即摆拢已经过10年了，也是无法度来恢复到较早的繁华。莫拉克是天灾，但是这个当中是毋是有人祸呢？为莫拉克这场的灾难，咱阁得到什么款的教示呢？灾民乡亲即摆过了好无？莫拉克10年的特别报道，对着华视记者的脚步，咱继续来去台东。那时候我这样子探头看，才回头2、3步，我刚刚站的地方就已经地基已经陷下去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是一个重生的部落，灾难中站起来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伫台东人的心内留下半世纪以来上界恐怖的记忆。山区落大雨，大4条溪中大水，超过271公顷的农田流失。大埔乡有将近50户被土石流冲去。金峰乡、达仁乡有真个所在居民掉伫内底，台北里搁较严重。台北里溪中大水，铁路、道路拢总断，直升机一直救人，国军的装甲车、相对的救生艇拢加入救人的行列。遗憾的是，有2名员警为着救灾英勇顺尽。老公被水冲走了，我听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承受。我还是希望是看到的是一个神迹。轰的一声，6层楼高的金水饭店规倒落去，引起真大的水影。地基拢挽起来，震撼的景象，惊到附近游客赶紧逃命。看到规世人的心血倒伫知本溪上，头家的心焦脆。我一辈子辛苦就是盖这个大楼，实在很难形容啊！盖拍片我心情当然非常痛苦。金水饭店董事长他一生的心血都在这边，然后我是还比较年轻，我的心血是在旅行社，我的电脑全部都没有了，对，我的家当也全部都没有了，我也来不及去拿任何东西。一场无情的风灾，摧毁最爱家园，竟啊伫居民的心内为一条真深的伤痕。10年过去啊，因心内伤痕敢好啊？这里是台东知本温泉区，也是当年受到莫拉克风灾重创的区域之一。可以看到我现在站的这块空地呢，中间已经立起了一块碑，而这里就是当年遭到大水冲走的金帅饭店旧址。这边是道路，一样道路，然后台风慢慢刮，从地里刮，这边是一栋大建筑物，叫金帅饭店，然后前面一排商店街，慢慢刮，全部刮掉，然后现在变这样子。中华金水饭店倒去的故址，伊是当年的饭店总经理王康平。2009年88前夕，伊个面对镜头，想起当年印象依然真深。每个人看到的时候，只会思考一个东西：水真的是比火可怕。火可以浇灭，可以熄灭，水没办法处理。水一直流的时候，想扶它也不可能下去，除非你不要命。所以当时感受就是这样子，无能为力。所以水火无情，水会比火更可怕。1989年落成的金水饭店是由头一代经营者来自高雄的谢建成一手打造。6层楼高，32间房是中小型的平价饭店。不过活大路边啊，伫上个楼梯的黄金地段，捌真青影。当年龙泉路上有超过30间温泉饭店，是基本上个珍贵的观光资源。经过繁华，即摆游客无几个，敢若剩13间温泉饭店。当年倒去的金水饭店无重建，本来商店街嘛剩一间小食店尔，其他店面拢无人来，变成网仔馆。
就没有客人，就是没有钱啊，所以店家一家都关起来，像那个出租的也全部关啊，租房子划不来，你要投资也划不来，所以人越来越少。10年前的人潮是满满的，现在人潮是空稀稀拉拉的。10层是最高点，以前是8层，现在变成3层。身为金水饭店头家竞赛风灾后，王康平将事业的重心转向经营旅行社。敢若望治本会使恢复永贵光景。治本温泉是东台湾真出名的风景区，更是台东县排名前3名的热门景点。2008年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，旅游人次开始增加。想要到过当年8月份旅游大月，就拄到88风灾，险啊断送前途甲商机。当年88风灾发生。那因为交通的关系，8月、9月确实那个，不论是国内客人、大陆客人、国外客人、东南亚客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路不通。那可是陆客10月就开始恢复就进来了。那但因为当初路不通，但是因为军方有盖了一个那个便桥进来，所以还是可以进来。2009年，因为风台东上交通，治本的观光人次敢若剩79.700人。2010年到2014年，人潮有回流超过100万。不过2016年，佫受到尼泊特风台影响，观光人次又佫落到10年来上低点，敢若68.600人。即马平均每一年旅游人次差不多是85万人，算是伫艰难中徛有在。当年莫拉克的灾祸还有伊。你的厝老掉呀？老掉伊啦。安怎情形？安那情形？挂地牌啊！是啊，水真大啦。资料画面中的灾民黄金丁，本来是当地计程车司机，10年后的即马，伊是温泉村现任的村长。当年2栋厝被大水冲去，伊甲厝内人马口无目屎。那以前的那个小木屋是在这个铁皮的后面这里。那莫拉克来的时候，它整个溜了，就被河床上的那个河水啊，它扩张了以后，扩张了大概有30米左右啊。然后那个小木屋有2栋被溜，它没有被冲走了，它溜下去，溜下去，后来就把它移到我们现在背后这边过来啊。那背后过来呢，又碰到105年的那个尼泊特，把它吹走了，不知道怎么去回想那一些痛。对着定期山区的居民来讲，经过灾难，因更加谨慎。采访团队采访这1天，都拄到丹纳斯风台，船长甲巡守队唔敢放松，面对风台有完整的应变程序。就是随时你要掌握，像我们自主防灾里面，它有那个雨浪筒，马上要架设出来。你假如雨水有超过了所谓的300，就是黄色警戒，你就要准备去疏散了。现在有些人他还是不想离开的时候，就必须要叫他填写那种口头，就像金衰饭店必须拿到国赔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作为就拿到国赔了。那现在责任都在你的身上了嘛，所以你必须要拿到他的切结书。88风灾有偌济居民家园毁掉，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？金水饭店经营者认为，台东县政府抢险不力，数请国赔。最高法院认定，县政府财政掌握混乱，而且无马上抢救，确实过失，包括赔偿业者1031万确定。全台湾数请集体国赔，还有4件案例，高雄收拿。南马社南沙路控诉政府无强制撤离，故在这居民自生自灭。屏东雾台好地村质疑政府无执行既定的迁村计划，致使文珠灭心。台东嘉南村认为讲，政府不当的迁村，水土保持不当，无兴建报案，应该负最大责任。4件国赔案件经过这侪年，敢若收纳村民15人得到胜诉。胜诉只是1块钱，但他只要承认他错误，然后形成一个判例，去约束往后的公务员。在面对灾难的态度，我认为小林村这个胜诉就有意义。国赔是因为你怠惰啊，你并没有去进行应该有的作为啊，好的作为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要被法律上告知国家你们不对的。公务员有没有故意过失、不法侵害人民的这个权利，造成人民的损害，或者是公务员有没有因作为不作为？导致灾害的发生，你不要让其他的人民又受到那个同样的灾害啊！我们这个一定要避免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。
国赔案的诉讼甲判决，提醒公务体系面对灾害，袂使阁无要无紧，必须都要严谨执行所有权责，珍惜每一条人命。虽然10年过去啊，风灾带来恐惧甲创伤，依然难以放袂记。对较早的灾民来讲，莫拉克带走的毋但是生命财产，更加对政府应变救灾甲重建产生信任的危机。当土地伤痕慢慢好起来，唯有反省甲检讨，才有法度让后一届危机平安度过。